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衝鋒 B 電子小教室，我係你哋嘅老師衝鋒 B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血糖機選購指南。血糖機可以隨時幫你睇住血糖變化，特別啱糖尿病、孕婦同三高人士用。我哋要記住血糖嘅單位同標準值，避免誤解測量結果。想管理血糖，一部合適嘅血糖機好重要。衝鋒 B 今日同大家拆解血糖機選購嘅要點。揀血糖機要有認證、採血方便、有記錄功能，同埋易操作。而家就等衝鋒 B 同你哋講下使用血糖機嘅步驟啦。首先，使用溫水洗手並擦乾雙手，然後以採血筆刺破皮膚，輕壓出足量血滴。再用試紙邊緣慢慢吸入血液，最後記錄返血糖數值，並將使用過嘅針頭丟至專用嘅回收盒。接下落嚟，等我同你哋介紹返今年人氣血糖機。首先，三樂 SafeAQ Smart 血糖機套裝採用無痛採血針， 0.6 微量採血，5秒出結果，仲可儲存10個記錄。外，VivaCheck Helo Smart 通過 FDA 同 CE 認證，支援藍牙，滿電可測約150次。揀啱血糖機並正確使用，先可以有效控制血糖。